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网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欢迎收看《超级黄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好，比赛越来越精彩啊！上上下下的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大家很紧张。偶像组完了，打成平手3位，董啊又卡关了。你看看，但是他参加那么多集哦，对，第一次拿到23.8分。人总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哈，一直这样走，最后走不到，是撞一下墙会啦，撞一下墙要，对不对哈？回来调整一下哈，那找到突破的这个力量，一定是好事。所以我们今天也给他一个突破的方向。今天呢，给每一位选手的考题是：我们要开派对喽！超红派对，超红派对，超红派对，派对有很多种，电音趴、制服趴、摇滚趴、复古趴。选手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的派对的形式，就要唱出你相对应的歌曲。今天如果最高分，应该要给他们一点奖励。这样好了，今天的最高分的选手，我们就送你由愚人生医所提供的金舒护植萃养生饮，加油！好，比赛开始之前，咱先来介绍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建伟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走来是青春组卫冕者魏小雨，宝座候选人苏伟强。偶像组上周平手，宝座暂时从缺。2位大师级的人物是我们这礼拜的大来宾。哇，这个一个作词的人哦，他的所有作品几乎是勾勒出了一个世代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回忆。是的，他们今天不但呢来到了现场以外，要跟大家分享他们新的著作。2位大师，掌声的欢迎许常德老师、林煌坤老师。哇哦，欢迎2位。我这是第一次从这个洞口走出来呢。以大来宾的身份，请问你们是出新专辑，还是出新书，还是有新的什么演唱会、说唱会都好？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宣传的？因为那个林煌坤老师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10年前就写好了然后呢，写完以后我看了，就是流行音乐史的一本小说，然后我就决定说，好，我们2个一起来出书。先把这本介绍一下。恁的时代，咱的歌，对，恁的时代咱的歌，这是一本真感动人的歌。这是背面是阿德的话。那么故事讲来真长啊。可能爱按阿里山出日头，唱甲这个淡水无色啊，讲袂哇！然后呢，我们想说要办北中南，因为我们很多经典是情歌背后的故事嘛。对，我们想说，我们来做3场说唱会，名字叫做“强鼓励助你一臂之力说唱会”，林煌坤加许常德。所以这3场会分别在全台的北中南去举行。然后为什么叫助你一臂之力？是我希望这次的演出，然后呢的收入能帮助陈怡杰老师。哇 ，OK， 太棒了。那哪一天还没有确定了？我们12月会宣布，所有的资讯都在阿德老师的脸书里面。对，是好。那各位可能不知道林煌坤老师对我们整个的流行音乐有多么的重要哈。我凊彩讲2句啊，和你乒乓一下。嘿呀哈，往事只能回味，听过不？绝对听过。那我可能没听过。而且是第一首发表的作品，伊当阵在翕电影在电影的工作人员，那临时临邀哈，就必须要逼出一首歌，就逼出这个往事只能回味，从此展开这个作词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斜杠的生涯啊。他也演过戏哦，也是导演，对，编剧还获得金马奖的提名，导过戏，对，太厉害了啊，这么全方位。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相思好像小蚂蚁，邓丽君的偿还，对，美酒加咖啡，爱你爱在心坎里，对，都是老师的作品。
我现在没兴趣了，一个。真的哇很多人以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200年前的歌，不是哈 ？OK， 嘿呀，是老师写的。而且我刚才在问林煌坤老师，因为我们作词人都会很好奇嘛，哎，这个路边野花不要采到底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先有词。你知道这首歌的先有词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吗？你看送你送到小村外，其实他这个歌词一开始就把旋律的记忆点，反复要出现的记忆点都写好了。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先有词才后来有曲。而且老师说以前的他那个时代就是靡靡之音的时代嘛，就是警备总部常常要把他们调去，就说美酒加咖啡这个歌。为什么美酒要加咖啡呢？他只要解释不出来哦，就变禁歌。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警备总部呢。所以美酒加咖啡曾经是禁歌哦，很多很多。路边野花不要采，你觉得是不会变禁歌吗？也是禁歌，解释不出来。对。路边野花不要采，为什么是禁歌？不要乱采，爱惜花朵。这样解释会过关吗？对，而且他还曾经哦，就是因为去警备总部久了嘛。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交情哦。那些人为了要让他不要每一首歌变禁歌哦，对，还要帮他一个忙。他说：“你只要在这首歌里面明明是情歌哦，你只要后面要2个句要改成我们要的歌词就可以了。”你改什么？比如说真的有吗？这是凤飞飞的一首叫《月儿圆》。月儿圆，他叫我最后2个字改成“消灭共匪，重等家园”。然后他真的就把，然后他真的把它加进去哦。消灭共匪，重整家园。那这首歌有红吗？没有什么红，因为凤飞不敢唱。他就想要把所有的歌变成爱国歌曲。但是真的有出版有录哦，真的录进去，真的录进去。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是，好感动，好感动。就是我们唱了好久的歌，而且到现在还在传唱的这些歌。所以我们大家以为那个作词者已经是古人了，没有，他是现在的人。对啊，对，红人榜的舞台，而且他的反应超特别的，甚至就是有很多经历。说实在的，你没有来听我们说唱会的故事，你根本就不会听到。像刚才那个禁歌，是不是？那老师今天要带来什么歌呢？这回来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哎，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作词人大部分都是一首歌的原唱者，因为我们是一边写一边唱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一开始的前几句哦，好好听。林煌坤老师的歌声，这回来唱，没有，前面一定要听几句你唱的，我才知道说原创者的心声心情是什么。第2段台语的部分哦，你要记得你们2个要救援我哦。提到说有第2段的台语，对不对？对。那华语大家都没有问题，叫做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对。那台语的部分呢？单告明仔。单告明仔。那美酒我们就来唱喽，因为现在的感情都没有办法太长久嘛。好哦，好来，阿毛老师请了。上周偶像组邱伟伦真挚情感大获好评。你的声音非常清亮，你是唱歌真正是有那个天分的。让静静、东东压力剧增，表现失常，最终3人面临平手僵局。平手再战，3人大展个人魅力。今天我准备了这个主题，叫做台语饶舌的主题，很酷吧？邱伟伦饶舌派对酷帅无比。那我选的派对主题是 After Party， 很温馨而且很愉快的一场派对。张思慧婚后派对幸福无比。我给这个派对的主题是睡衣派对，让别人忘记烦恼。邝泽东睡衣派对轻松无比。谁能突破平手局面，坐上卫冕者宝座？
个催泪。接下来全新的版本哦，台语版的哦，单个名仔。送你上高你会来，为几句话要交代。虽然我有早点打工来，网络的约会，你不要猜。千万唔通回，千万唔通爱，千万唔通用几杯亲爱。我在等着你回来，但是一个等到米拉赞，但是一个等到米拉赞，但是一个等到米拉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偶像组的卡位赛上周打成平手，直接有请他们，有请邱伟伦、张思慧、邝哲东，欢迎三位。今天你好看，那好听都好看，来。大家好，我是袂晓讲台语，啊，毋过我即届我会晓用台语人字的邱伟伦。人字啊，人字是啥？根本是老舍，嘿对，人机啦，人字，人字不是人机，人字。 OK， 来，第二位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南的静静。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哲东。你请安你是什么趴？我今仔日是台语人字趴，听起来怪怪。 OK， 你为什么会选台语老舍趴啦？因为我感觉就是台语即马少年人就还没讲啊，尤其是北部，我希望会当透过歌曲，因为我这条歌是因为我介意这条歌，所以我介意伊的创作人Aquaman，介意台语，我就去学台语安尼，我希望大家会当跟我同款，介意这条歌，去学台语。 和台语的文化延续了，安尼。OK， 静静呢？主题是婚礼 after party。After party。After party 它是在正式的婚礼结束之后呢，会留下新郎以及新娘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可能会有点像续托的概念，大家就在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然后非常开心欢乐的一个 party。所以你过去有参加过友人的 after party 吗？台湾好像很少看到。那我希望可以借这次的机会呢，办一场自己的 after party。你那时候结婚有 after party？ 有，因为我办在渔港嘛，渔港吃完之后，大家就到。 结束之后，就差不多有剩差不多三四桌的朋友，但主要都是我老婆的朋友，因为老婆真的太忙，进进出出换衣服，根本就无机会啉到，所以直接在阮兜头前，搁摆两道，因遐朋友拢留落来陪伊 after party。我记得有一个 party 是什么 party？ 明天要结婚，但是他今天要告别单身的 party，对不对？单身趴。那个我参加过，我觉得很有趣，可是我没有参加过 after party。OK， 哦，期待你哦哈啊！但是今天这么漂亮的这个礼服是自己准备吗？我们要谢谢台南的凯艺纱时尚婚纱提供漂亮的礼服。哇，真的蛮漂亮的，是很漂亮。但是要先讲一下，要唱出相对应的歌曲哦。是什么？今天要带来的是江蕙的《七老八早》这首歌呢，我自己是听的时候感觉很感动，因为我平常有在做婚礼主持，那其实，在主持的每一场，我几乎都会哭。我在看到就是在可能给爸爸妈妈感谢的鞠躬的时候，或者是交换位置的时候，对，真的每场都哭，对，非常感动。然后到现在，我都还是会被现场的气氛感染。好，那东东呢？我这个是睡衣趴。睡衣趴，就是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主题？而且你的睡衣后面还有薄纱，是要帮你先投纱吗？这是小王子的概念。小王子哦，对，就是我想说就是我睡衣趴，因为就是很多派对都是狂欢的，然后我喜欢慢节奏的狂欢，就是睡衣趴的话，大家可以静下心来聊，然后我是一个表演的环节，然后唱《忧愁》这首歌，然后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可以
忘记烦恼、忘记压力，回家好好睡觉。我好奇哦，东东，你是真的有办过睡衣趴的人吗？没有，这是我预想的。哦，因为他就不喜欢 party 的人啊，就不太会想要把人抠过来这样子。睡衣趴通常是要场地适合啦。就比如说某个人的家里，或者他个人的一个会所或者民宿包栋那样，要不然我们穿睡衣，光是从家里要去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很困难，你知道，要遮遮掩掩这样子，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可以办睡衣趴是要很 close 的 friend 啊，对不对？这是真的，越轻便越好。好，那我就很期待咯，今天有 party 的主题哦。是的。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3位。东东上周拍子失准，表现不佳。拍子到那个地方会不稳，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起来感觉上我有点把豆的感觉。差点卫冕归零，痛定思痛的他挑战自我，突破框架，带来睡衣派对，展现最真实的自我。我觉得那个层次排得很好，今天我觉得不错，很棒。成功相像，将咱的故事写成歌，谱成咱的美梦。I had to keep it running， 在海岸边的暗暝，一切变甘甜，前方的路。咱甲时间搁倒转去2冬前，伫站暝，想起迄阵算是大感动。第一摆写了搁会使，感觉搁袂歹。汉面嘛要想到我会徛踮一个舞台在比赛，身躯烂散半点，物件绊倒，这是我的人生，我的戏拍交我来烦恼。我知过去有偌艰苦，我甲家己讲爱加油，因为去第一摆表演无人甲咱捧场，我讲 Super Day。你是准备好未？我当香港甲我的兄弟会在后位 ，OK。放下我所有的牵挂，爱你只该我要自由飞。阿爸来春袂记手嘛是淡衫，转来的时阵我会变了无同款。咱的碰碰，你一句无通，即马所有苦楚等待去泡在花间。我勇敢打拼，山伊伫和成功相闪，将咱的故事写成歌，谱成咱的美梦。I had to keep it running， 在海岸边的暗暝。一切变甘甜，前方的路总是灯火通明。我勇敢打拼，山伊伫和成功相闪，将咱的故事写成歌，谱成咱的美梦。这条歌我想要送予。甲我同款勇敢对梦的平凡人，过程中会拄着失败甲不如意，啊，不过你千万唔通放袂记。你是为着啥？你为着啥？我为着无爱予的生活，为着啥？叫家己袂使讲我为着啥？开始叫家己袂使讲我为着啥？问你到底为着啥？你为着啥？开始有查某人的惊恐，为着啥？开始珍惜简单的生活，为着啥？孤单暗暝心事的灯塔，为着啥？问你到底为着啥？才会选择去拍。谢谢邱伟林。接下来张思慧带来的歌曲是《七老八十》。心慢一半，咱的缘分天注定，唔通大声细声，讲话就爱听，听无的人才会好命。不管柴米油盐，也厝饭洗衫，为着你我拢甘愿。
真心袂变卦好，我一生决定对你行。有一天咱会愈来愈老，老到会愈行愈慢。有一句话紧讲予你听，你的遗憾行会愈来愈重。我会爱你的白头鬃，爱你爱到七老八十，烧酒是愈斟愈香，咱的感情嘛着爱同款。我会爱你的白头鬃，爱你爱到七老八十，你的手我要牵，一世人。我会爱你的白头鬃，爱你爱到七老八十，烧酒是愈斟愈香，咱的感情嘛着爱同款。我会爱你的白头鬃，爱你爱到七老八十，你的手我要牵，一世人。你的手我要牵，一世人。谢谢张思慧。接下来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You Choose》。犹搁困袂去，犹原搁想着你，亲像你伫我的身边。情愿不捌你，予两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会过去。想着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记，来予你留伫阮的心。为你想起，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袂起，来为你困袂去。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了呼吸。因为你不捌我。将烧酒啉落去，我想袂开。我爱着你。想着当初时，你牵着我。就是放袂记，来予你留伫阮的心，为你伤气，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因为你，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袂起，来为你困袂去。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了呼吸，因为你不捌我，将烧酒啉落去。想袂开，若不是为着，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袂起，来为你困袂去。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了呼吸，因为你不捌我，将烧酒啉落去，嘛想袂开。你。
我觉得那个层次排得很好。今天我觉得不错，很棒。东东大突破的一次，将创下高分纪录。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来静静。老师好。贵须瓜还是没有跳到任何的错误的地方，或者是说离开你原本你该有的音色啦什么，你都没改变，都一样在你的水准之中。但是我有一个小小意见，就是讲，你唱到某些点，你会呜，有没有啊？用呜来去引导，或者是说来去制造气氛，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就有这样子的设计的时候的这个呜，它的大小的音量跟你前面的歌词的音量都一样，然后忽然到呜的时候呢，那个音量有点奶，或者是说有点甜，有点更轻一点，或者是轻柔一点，那个味道会展现的会更好。你等下听看卖啊，看卖讲，我搞有这个问题，那有是不是会当小可安尼改变这里哦？我觉得你选的歌选得很好，很棒。东东，是啊。哇，今天真正是我听到那个前奏，我都想要困去啊！真的，今天很惊喜。然后那种名称，和你要跳也好，要困也好，要背起来要坐，都那么的自在。然后呢，这首歌你也选得很好，尤其是头前A 段的部分呢，我就觉得真的就想睡着了，而且是那个连家字都有要困去的那个气氛。可是到了后面呢，你就有醒过来，要认真唱，要整个我要展现说，我真正想要讲的心声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层次排得很好。今天我觉得不错，很棒，加油！谢谢，谢谢。我们请阿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伟伦老师好。非常的这个欣赏你学台语的决心，甲非常佩服你经这种难度这么悬的歌的勇气这条歌难度足悬的呢，足歹练的吧？很难练。尤其佫有一部分是你要佫家己去写词，所以讲这种歌算大好大歹啦。你若表演了好无啥物破绽的时阵，大家一定是互你足高分的，因为一般啦唱歌比赛，你选一个安全的歌，可能就是想要甲你加分嘛，无所在通加；或想要甲你扣分嘛，无啥所在通扣。但是你做这届表演，我其实因为方面我嘛最欣赏伊，我感觉伊这种态度的一个歌手所以你经伊的歌基本上分数我都会足悬啦。尤其后壁你家己改变数，但是足无彩就是讲一两个所在换，毋知是换气的原因，还是啥物原因了我无加着你。了去落拍去，那是较可笑的所在。不管结局是安怎我感觉你就是继续用你的态度继续唱台语歌，好不好？好，老师谢谢。好，我们静静。老师好。哇，你的音色很甜美哎，然后我觉得整首歌的咬字也非常的柔美，然后非常的有气氛，然后可能是你在工作的关系，你常常接触到这种婚礼的场合吧，所以你很能够把这种气氛在歌曲里面表现得很好，然后刚好上一位伟伦是很 man 的一个表演，然后你有点以柔克刚的这样子4两拨千斤的，然后把你自己的歌曲用另外一个气氛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棒，哇，所以今天有点头痛，难打分数了好的，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邱伟伦老师好。我觉得听你唱歌呢，就会有一种就是被你的真诚呢一步一步带进去的感觉那因为你又是一个素人，然后又在这个舞台站得不够久，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选对歌，这歌其实就像说，这歌就像你的教练或是一个贵人一样，他会给你只要稳住他会稳住这个真诚，他会一步一步帮你往前推。他会帮上你的忙的，我觉得你今天选到这个歌就有这种感觉，这歌帮你很大的忙，帮你一直讲不清楚的一些心里的话，让你能表现，甚至让你写出最后一段这种歌词。我觉得这个歌很棒，
好，我觉得听歌对我来讲真诚很重要啊，不然就会你稍微那种离题的或者刻意的演出，我都会被打断。然后泽东，是啊，对于这个这么隆重的睡衣呢，我还是有一点意见的什么意见？就是说，你既然要把你知道在舞台上做的任何一件的设定，都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有功能性的。你刚才说不是你这个睡衣后面有一个翅膀吗？披风，就是好披风，你一定要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你先把这个披风的那个感觉表现出来给大家看。那个唱歌也一样，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精准的画面，有这样的设定，你把歌融入进去，你才会知道哪些地方该怎么唱。好，因为睡在沙发上唱歌的人，在家里把这个沙发当作舞台的人，一定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个要展现出来。好，谢谢。阿德老师就是就有想象力啦，然后不管说披上去能不能看呐，你可以给处理起来，会看一下，敢没看靠？哦，安尼啦，来，该掀过来啦，看头西啦，哎啦，该看头西。啊，个另外一片啦，另外一片啦，敢没看一？坦白说还不错嘞，可能可以把它当眼罩啊，罩起来唱，唱完之后再掀开，它就需要这样的效果。你就照着了，我们要看分数了，好，照你就照着哈。来，我们先看伟伦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喽，挑战党籍的邱伟伦，他的成绩来到了24.8分。跟我们上周打成平手的成绩一样了哈，没败哦。会不会还是卡关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新娘子打扮的静静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张思慧，加油！哇，24分的高分，恭喜！哎呦，好。看明的拿起来了啦哈！接下来可以揭晓之前，揭晓之前先带头，好不好？东东的真面目，好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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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东东，我跟你讲，他今天要闯第10关，到底会不会顺利过关？评审请下分数。东东加油，加油！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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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在这个超红派对24.2分，恭喜！我们要最谢谢的是伟伦，对不对？分数也是很漂亮的。对啊，激荡出大家的真的哈更多的这个什么实力，对不对？好，伟伦谢谢啊，好，多谢你，谢谢，好，阿姨家轮的被门铃，好，车子大卖，拜拜，谢谢。我车店门口搞我高姐，最近随便换车。OK，好，我们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还有。哇，这大喜妹啦！亲爱的们，恭喜我们的东东邝泽东顺利闯进到第10关了，恭喜！也恭喜静静保有候选人的资格。两位继续加油，继续拼！我想要表演我想表演的东西的这个想法，我其实蛮谢谢老师有认同我的。对，因为其实我蛮怕，就是老师会说你怎么会选这种歌之类的啦。对，那就是还是很感谢老师这样子。对，那这次表现不好，就看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弥补回来这样子。对，这次准备的 After Party 有稍微延续到婚礼的派对的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是有延续到那个愉快，然后派对的 feel。因为每次上台都很紧绷，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脑袋里没想什么事情，就是一直提醒自己我要放松，我要放松这样子。希望就是能让自己这次上台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听的人也可以得到这首歌的能量。来到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我们的卫冕者魏小雨，候选人喜欢的苏伟霞，欢迎2位，来欢迎2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南的苏伟翔。大家好，我是南投的小雨魏小雨。伟翔啊，你上次穿这样的衣服是什么时候？没有穿过这种衣服，这是第一次哈。对啊。那你今天这个是符合什么样主题的 party 呢？看不出来哦。今天是复古趴、怀旧趴。哦，复古怀旧，怀旧亮片。
啊，是一个关键。还有那个最主要是那个 bow tie，OK，啾，哎呀，对，啾，哎，可是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子的主题呢？我常去那种卡拉 OK 跟长辈一起唱歌嘛，那种场所其实就除了长辈唱歌以外，它中间都会有个大舞池，然后有一位长辈在里面跳舞，然后就觉得这就很像是一个 party 这样子，而且在场也都唱那种怀旧，就是很旧的老歌这样。那你今天穿这样子，那你要唱是复古趴，所以你的歌应该都是比较复古喽。对，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一首组曲。好，我们待会来听听看啊。我们的小雨，你这什么趴？今天这个主题，我特别带来一首有浓浓的原民的味道的这个歌曲。原民趴。是的。而且听说他为了做这个主题，一直在关注我们最近闯关过的选手，虾米啦？阿婷哦，阿婷啊，为什么呢？当时候就有看到雅婷，对她非常的印象深刻，会觉得说哇，这个女孩子好可爱，然后好乐观。非常的幽默开朗，然后再加上她的优美歌声，所以当我们的主题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之前有就是准备好这一首歌，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所以希望今天晚上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听得很开心。好，那你今天的刺客的安排呢？刺客来了一位哦，英文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又很活泼大方的一位漂亮的老师，掌声的欢迎 A 梦詹芳琪来挑战。A 梦，哇，他家很。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hen Fangqi. You can call me Amo. I'm from 苗栗。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的 A 梦詹芳琪。哇，天哪！你的一穿高腰，感觉腰这条线以下都是腿，对不对？对，这样形容可能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哈。来，那个唱线给我们麻烦一下。Excuse me，他的腰及我的胸 ，Yeah。Come on！ 哇，只要大家知道他腿有多长了吧？超级长哎！哎呦 ，A 梦老师为什么会有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呢？因为非常喜欢《红文榜》这个节目，然后也一直想要来挑战自己，然后希望有很好的表现这样子。那你今天带来什么歌呢？你是什么趴？你这什么趴？今天呢是电音趴，然后呢今天要带来就是张秀琴的《辣妹驾到》。哇，对，就是我非常的。Well， 你为什么会选秀清姐的《辣妹驾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情、活泼，还有非常正能量的，就是老师。然后也希望突破一下，然后呢，也希望可以感染现场大家观众的一个气氛，然后让大家一起嗨起来。OK。是哟，他的个性跟他的表现就很 match。对，如果我的英文老师像这样，我一定不会旷课，我还主动要求要加强，加强。OK， 我们来看3位的表演。一杯饮落去，不知是酒也是泪。
哇哦，谢谢小雨。哇，今天很精彩哈。哎，我觉得如果阿婷奥忘记邀请我们去丰年祭，我们先去魏小雨那边好了。去南投，你帮你找你朋友，来你的名牌哦，交给你这个绝对可以 A 麦到天亮，真的好嗨哦！而且要把 A 梦带去哦。对，哇，A 梦也很有感染力。刚刚我已经把你的表演录下来，传给秀清姐，告诉她这才叫做辣妹驾到，真正的辣妹。OK， 好，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方琦很辣，然后很热闹，然后呢很适合你唱，是因为呢这首歌曲哈，它轻快以外呢，伊有一种真特殊的开口，就是又搁爱唱，又搁爱念，又搁爱讲，对吧？而且搁爱跳，你的声是属于较边声，可是真清亮、清亮型的、干净的，所以很适合这首歌。但是我有小小的一个意见哦，就是说你伫咧摇嘞敲敲敲，切切切，只要到了这几个字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拍子的鼓点，那个高点，跟老师的高点，让我差分分啊，都会差那么一点点一麦麦啊呢，这个就是可能再稍微调一下那个分寸，整首歌我就觉得分数会更高。那整首唱下来，我觉得很棒。好，来那个伟翔哦，老师好。伟翔，我给你不错的分数，是因为呢，我感觉哦，今晚少年囡仔要唱安尼老歌真困难，歌单任何的歌曲、任何的歌路，伊拢有一派，但是在这个派系你是唱得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展现得很不错哦。好，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伟翔老师好。对，我觉得刚刚那个组曲前面是不是有加速？因为我听劲歌之后，你那个转音，就是很像头文字 D 在开山路，就是一直转来转去，而且非常非常快。但我觉得你很厉害，你居然可以驾驭这样的快速的转音，驾驭得很好。所以其实你在这方面的功底，我觉得蛮厉害的。2首歌曲都是讲男人打拼，然后男人回家乡。我觉得你的音色跟你的唱腔对我来说是。像刚刚那个雅文老师说了，你在这一派是一个模范生，就是你把这些功其实都练得蛮好的。那这2首歌都是一个男子汉的一个代表的歌曲，所以我也会在后面会期待你可以有怎么样把这种男子汉 man 的个性，在你这个功底底下把这个个性展现得更好。我觉得这或许是你未来在这个模范生的个性底下，要怎么样突破出一个属于你的个性，或者是演出一个个性来，应该是你未来选歌上面可以再更加强的。然后，好，小雨老师好，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就是又像在看迪士尼的原住民舞蹈一样。我刚刚乍看有一种，我期待你除了表演好这首歌以外，你还能带入什么东西？因为你有迪士尼的训练的这个底子，我有一点点感觉，想说能不能听到像《海洋奇缘》那样子的。有西洋的元素，然后也有原住民的元素在里面。或许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西方的转音或什么的，或者是让它音乐性更丰富一点。因为这首歌你表现，我觉得大概只花你7成功，你就可以表现得很好。不管是你的舞蹈啊，还是你每一个音啊，我觉得都定点，然后音准，然后那个力道都切得非常到位。所以就会期待说，